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客委会曾经讲过一句话，可以讲，佢種認同客家嘅，伊都係客家人。我哋今日想來賓過貼喺度，伊咩客家人，伊也要客話，更加麻地學，但是伊有一啲我哋 podcast 嘅節目地位前30，全部係利用我哋客家人嚟講故事。伊都係我哋今日來賓，我哋咧拍個留聲機的阿珍嚟到嚟現場，伊嚟到嚟現場同你分享講，伊做乜嘅做也係 podcast， 我哋馬上歡迎我哋阿珍嚟到嚟現場，阿珍好。好，主持人好，我係阿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台北嘅阿珍。阿珍歡迎吼，因為其實我有聽過唔有 podcast 啦嘛吼，真是唔嘅地方嘅30地方，我感覺到感覺到幾親切吼。但是我想回到一個最簡單嘅問題，從咱嘅人強嘅一啲細模嚟講嘅話，等小學嘅時間應該有上過鄉土教育吧？有。那幾時間這個係寫乜個語言啊？那個時候小學的時候，大家都要學一個選修的課程。那時候我在想說，母語的話，我是閩南家庭的，所以家裡就可以學閩南話。原住民語的話有這麼多種，後來就想說，可以選看客家話，因為聽說客家話的課程裡面可以有美食的。比如說什麼麵趴飯啊，還可以唱山歌，對。還有呢，一個點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國小是合唱團，合唱團有一首一定要比賽一定要唱的曲子叫《客家本色》。我想說，這樣就可以，就是幫助我在合唱團比賽它的發音啊，還有就是學習。所以那個時候就選了客家話。你幾時蠻記得講幾時欣賞係用係教你哋口唱嗎？那個時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每一堂課都會唱歌，像什麼阿啾尖、阿啾記，還有愛教你衝山歌，就是各式各樣的歌，到現在我居然都還記得。還有就是在學期末的時候會吃一些老師帶來的美食，反而教的很多話可能都忘記了，就記得吃的玩的。這真的至少記到我們講識的嘛哈，從的口味啊部分。那整體來說快樂嗎？很快樂，所以客語那個時候帶給我的印象主要就是親切，還有也有一點新奇，因為在我的生活周遭其實沒有就是明確跟我表達過他是客家家庭來的朋友。我想真是喺睇台北吼，大部分人都講華語啦，吼講國語啦，無論講有啲人會講河洛話。一般來講嘅話，喺台北都真是幾少人會用客話來講。那後來呢？後來這個讀國小學畢業以後，讀嘅國中、高中，甚至到大學，咪又再學客話嗎？後來國高中之後就沒有再學客家話了。反而是大學的時候，剛好有一個機會到屏東去實習。那個地方呢，就是在屏東的東海嘉東那一區，有很多的客家莊。比較特別的是，那個時候我們為了要辦一個像是戶外教學，所以我們去探訪了當地的一個古厝，還去探訪古厝的途中有經過一間廟。在那個廟裡，我印象很深刻。那個廟公呢，一看到我就覺得我是客家人，所以他就噼里啪啦講了一大串的客家話。我發現我有大概6、7成都還是聽得懂。對，所以呢，我那時候就在想，我小時候好像學過客家話，是那個時候才回想起來。對，所以後來就大學的時候就有去考客語的初級認證，想說就一個心思，希望自己可以，如果有一天再回到那間廟，我可以自在的跟那個廟公用客語交流，應該會很有成就感。有迄個幾貼的經驗啦，吼，至少講這個研究冇用客話嘅，好，但是讀到這樣沒有講用客話吞講話時間，第一個你不會感到驚慌，吼，你反而覺得，你好像有6、7成都還聽得懂。對，而且，那個時候可能是因為在旁邊
身旁也有一些是客家人的同事，所以客家人的同事他们就可以跟庙公就继续来往。我看着他们可以这样自在的交流，就觉得很羡慕。还有你这个讲，台好是有去考客语认证初级，对。那个时候是怎么学习的呢？初级的话呢，因为都会有很完善的一套教材，有 CD 啊，还有丰富的例句，还有题库，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是按部就班，把每一个都练习，所以自然而然就过了。可是你一句一句的标准的谈哦。一句一句是一句一句的意思。对，一句一句听。哦，真的啊？那这样子花很多时间吗？花很多时间，但是好像没有听完。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奖金，如果考过奖金，对，那个时候还有，所以我就很认真。对。咁後來你這個畢業以後，有直接到應該說你那時候畢業之後就直接投入職場嗎？還是說有到其他地方去實習？畢業之後，我還有去小學教英文。後來呢，我覺得我想要再加深我對於語言學這塊的喜愛，所以呢，有到國外去留學，就是就讀語言學的碩士班。對。那目前回國後還是一樣持續在教英文。雖然講伊這個唔係學業同時嘛，有考過外頭的學業認證，但是伊歸貼喺你講。也係好容易哦，但是你講啊客發音你會歸準，就是說你的客語的音抓得很準，因為其實如果到客言好容易的學客發時間，有的音都發唔出來，譬如講頭拿，你跟着我念一遍頭拿。頭拿。對，因為遐音嘛好，有的人講慢一些學客發話，有個人頭拿，好，冇講好容易去學一件事情的時候，有個人頭拿，但是阿正乖乖一聽白，我都睇到誒。有時好容易，我啱頭拿這個音哦，真是冇容易。嘿沒，我只會想到講，像你可以去把音咬得這麼清楚，是不是跟你自己的學習過程，或者講你曾經學過語言學這部分是有關係的呢？從小到大我就蠻喜歡學新的語言，就像有些人會喜歡收集公仔，我就覺得如果我今天出國去旅行的時候，我反而比較不會去看說。我要去吃新的美食，還是去看新的風景？我會希望說可以跟當地人有機會可以聊一下，好，就像那個廟公一樣，有機會用從來沒有就是交談過的語言，我就覺得我好像收集到了一個新的技能，所以我從小到大陸陸續續，就像德語啊、日語、韓語就都碰一點，可能是都碰一點，所以又後來去碩士班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一堂課在學。全世界所有語音，它把它拆解成元音最基礎的一個單位嘛，所以就要去學怎麼發那些音，怎麼去考試的時候要分辨它是哪一個音，所以可能這些從小到大的經歷，可能有整合成一個，我在遇到一個語言的時候，會不自覺就會想去模仿它。然後去欣賞它的美感跟韻律。真是可能真是有安的一個學習的一個過程哦。因為有幾多年，因為有些語言它有一些咬字，好像就是學不來。有些發音的點，或者是說它的一個咬字方法，就是學不來。可是相對一件事情對你來講，你好像是覺得說你好像學到了一個新的一種技能。對。是一種比較開心的一個過程，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因為我們可能過去的母語裡面沒有發那個音，所以說以至於說我們學到那個新的語言的時候，那個音就好像就變成一個門檻，是跨不過去的。可是對你來說，你好像覺得說，哇，那是一個新的技能。對。好，可是等於如果後來你學習客家時，就像頭先講嘅，你就希望講，係咪可以考過認證以後，下一擺都可以。談嘅時候，佢沒有講嘅。咁我哋提講，後來有搬到我哋南部來教英文，係咪？是一個怎樣的機緣，會讓你回到我們屏東來教英文的？後來剛好我搬到南部居住，那個時候剛好我之前也是，之前去實習的那個機構裡面也有老師，他們就說啊，在屏東那一區，其實要找合適的英文老師有困難。就又遇到說，通常我們在學教育的人都會有個小夢想，就希望可以去所謂的偏鄉，好去服務。
所以我想说，那也许我的机会来了，所以就一口答应。刚好就是到了东海嘉东那一块，有很多的客家庄，好，所以呢就开始了跟客语之間的那個不解之緣。我一開始我會感謝你對台北下來教英文啊，因為你看你從一個台北這樣子下來屏東，我感覺到屏東啊，好像比較寂寞嘛，因為台北基本上這麼的繁華。屏東的生活步調的確是比較慢，對。可是我覺得這邊的孩子還有當地人生活的模式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可能在台北，我們都是習慣了什麼都已經準備好了，對，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按照計劃。可是我覺得在屏東有更多的開放性，然後他們所有整個大自然都是他們的教室。而且其實在這邊的孩子可能也會有一些隔代教養的一些狀況，但是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是那種生命力，對，他們從小就開始學習怎麼去面對這些事情，所以我覺得從他們身上也學習到很多。伊咧對台北下來細妹嘅來到我哋南部以後，唔單止是接觸到以前你有學過客家話，同時伊嘛發展到即個嘅 podcast， 伊很用做呢。下一段節目我哋馬上同講，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來自台北，但是今日喺屏東工作嘅阿珍同我哋講，伊當初讓去接觸到我哋客家話嘅，好，但是回到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因為我哋提講粵語嘅 podcast 嘅節目嘛，係嘛，提供嘅三式係講客話嘅，當初我以接觸到 podcast 嘅節目咯。當初呢是參加一個客傳會，他舉辦的一個 podcast 工作坊，那這個原因還蠻特別的，是原本是我的會講客語的學姐，她要去參加，不過她臨時有事沒辦法，所以就千拜託萬拜託，希望我去幫忙做筆記啊什麼的。沒想到呢，一進去那個工作坊之後呢，沒想到那邊的老師他們就會要求我們一定要在工作坊內直接實際的操作，去開創一個自己的 podcast 節目。當下我就在想啊，所有的同學都是客家人，對，所有同學都客家人，然後他們也都有自己要來參加這個 podcast 的目的。我就在想，我在裡面我要做什麼？所以當下其實蠻慌的。問題係講，從男人嘅眼強人來講嘅話，podcast 其實是年輕人很常在聽的。那這個在參加亞洲研習營之前，你應該有聽 podcast 嗎？通常我會在洗碗啊、做家事，還有開車通勤的時候，就會播一個 podcast， 就讓它放着這樣聽。冇錯，因為其實對現代人來講嘅話，其實 podcast 也為啲節目來講嘅話，其實幾多人都接觸到。佢幾時嘅線上有要求能講，你要做一啲 podcast 嘅節目嘛？嗬，佢有要求講內容地位，要一度嘅比例係客話嘛？有，因為這個 podcast 工作坊，它其實是為了課生獎來去做儲備的，所以呢，它裡的比賽規則是要求要有80%的每一集80%的比例都必須要是客語。哦，跟比例嘛，幾高呢？哈。對，而且歌曲的部分是不包含在內。對。那這時間這個相當，因為一剛開始你只是也是頂替學姐去做筆記的啊。對。可是後來頭洗下去了，你嘛喺田頓的做下醫。但是問題係，其實有相當講，他其他人可能如係客人，哈，而他是客話，而嘛會主持，嗰時可以了。其實這這個客話應該冇按好，咁能讓我去做下節目呢？那個時候我就想，如果要80%都要是客語的話，那又要跟我自己有結合，就突然靈機一動，想到自己語言學的背景，就想說，如果時光再回去到那個時候，我遇到那個說客語的廟公，然後我把他的故事錄下來。我是不是現在我就可以去回味，然
然后呢，我可以把那个庙公他在那个年纪当下说话他独特的韵律，就像一个语言学家一样去搜集语料，把它录下来。所以当下其实没有想太多，说啊我要怎么剪辑，我如果听不懂怎么办，就是一个冲动，就想说好，那我就来录大家就是当地客家庄人他们的不是童话，童年的故事，对。按你谈好来讲嘅话吼，我想到真係有啲昂淡嘅吼，真係你講有啲最簡單嘅，有啲初衷，你希望講，有啲嗰種講，有啲機會可以在讀到嗰種沒有講嘅話，有啲把嗰種最單純沒有講體講嘅話留下來，用一種欣賞嘅角度。那個時候，其實你這樣講起來之後，我是可以理解了，因為其實我常常會覺得說，我們自己本身在做一些電台啊或者什麼節目的時候。我們好像把事情都弄得太複雜了。好，譬如講的內容一樣的啦，講法嘅情形一樣的啦，我們的咬字要怎麼樣啦？可是鬼洞鳥位的情形來講的話，你等於是你找到這個最純粹的聲音的部分。對，當下我就想，我的每一集我都要去找一個可以用客語講，用他的母語去講出他小時候他自己覺得特別的故事，因為我相信每個人身上，無論是有名的客家人，或者就是每一位客家人，一定都有一個只有自己覺得想要珍惜的故事。那我就去把它訪問下來，把它收集下來，而且客語有好多種腔調，就覺得很興奮，哇，可以收集到很多。對，所以那個時候就從嘉東開始。係因為嘉東嗰邊都杜芳人上班那個夫君嘛，吼，那個30的主角是怎麼找的？通常都是從工作啊，或者是在當地知道，應該說最主要一開始是先從工作上有遇過會講客語的長輩開始，對。然後再從長輩裡面開始是可能係咪有夫君有認識的朋友，然後慢慢地去流傳下30。因為我談過人節目有地位我哋那個泰人先生阿竹妹，哦，無論我哋咧先生來講話，他用的客語其實還蠻艱深的哦。所以說我在想說，因為你的客語能力沒有那麼的高，那你當時在錄的時候，是怎麼樣去錄？同時講你這個還要剪嘛，要去做剪輯後製。你怎麼知道哪一段要留下來，或者是哪一段在講什麼，或者是說你要整個節目要呈現出來的那種氛圍，你要怎麼去判斷呢？我當下是在錄之前會先出訪，先去請對方用中文跟我說一下他要講什麼故事，接着呢，實際要錄的時候，我就直接錄他完整的一個聲音，因為我當下的初衷是希望我的聲音不要去干擾到他的哪一整個就是漂亮的聲音，他自己的聲音。所以後來等到他錄完之後，我會把這個聲音，我會用我還可以的方式，慢慢的去把一些重複的句子去掉。對，但是實際上其實還是有請真正會講客語的人幫我整段聽聽看有沒有我不小心剪錯的部分，但基本上我就是整塊放上去，整個故事放上去。還有我在節目中有一些部分我是用客語問問題嘛，我就會請來賓教我他的這個問題我要怎麼用客語問，我就當場自己錄完之後再剪輯，就剪接這樣貼上去。按照談後了吧，你的後製的時間其實很長因為你剛剛第一個你還有一個預訪。好，因為你用華語先用預訪，你才知道說後來整個的內容。然後後來內容裡面其實還是會多多少少會有一些贅字啊，或者是重複的地方，你就把它給剪開。不是講你還會整個後製幾乎是花了很長的時間哦。對，而且那個時候是為了參加客聲獎，所以有很多時候都是下班晚上可能就熬夜剪到打瞌睡，然後再繼續剪。但來得及。錄音的過程順利嗎？錄音的過程順利嗎？錄音的過程就是因為我可能還沒有這方面器材設備的經驗，所以在選擇場地的時候有遇到那種會有回音的地方。
所以后来那个回音就很明显，尤其是第二集应该有很第二比较明显。真的空间应该很清楚了哈，我知道。那是已经降低的。对，那第二集的真的是很特殊，可以听得出来是在外面录的哈。第一集的阿舅妹哈，或者萧吉子老师，尤其是萧吉子老师的那个的收音，龟体拍。那有一种，虽然说有一种空间感，可是真正回到萧老师身上的时候，六个归浅出。跟从一般来讲的话，你每一次都是录了多长，然后剪出现在的节目？通常都要录1个小时。还有像萧老师那一集第3集，其实萧老师洋洋洒洒讲了很多，可能这边讲一块，那边讲一块。我后来想要把它拼凑成有逻辑的，因为那一集我是有邀请第1集的阿舅妹，阿舅妹其实是萧老师以前的学生，对，所以他们又都会讲客语，所以我就不介入。那他们聊着就聊开了，所以后来为了要剪出只有客语的片段，大概3个小时的内容，最后只剪出了20分钟。对，因为后来只剩下20分钟，可是其实6个3点钟，最起码剪出20分钟。对，等于是几乎是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挑选，真的是足够的。但是回到一点係最快事嘅問題，日本人要學生去談人家 podcast。后来我有一次在参加一个客语的夏令营，那时候孩子们就小学生夏令营嘛，我们都在吃午餐，要播一个音乐，我就想，我的 podcast 刚剪完可以播给他们听，因为里面有就是有闽南家庭也有客语家庭的孩子。好，结果播着播着，原本吵吵闹闹的教室就很热闹，我要吃这个菜，我要吃那个菜，慢慢的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大家就很认真的在听，我就问说：“你们听得懂吗？”他说：“听不懂，可是很好听有小朋友跟我说很好听。”后来呢，我们就继续听，孩子就问说：“这个阿舅妹的声音好熟悉哦。”好，就有人开门了，打开来就说：“是鲍 M 啊。”好，这就是阿舅妹，对。就是刚好那个园所办夏令营的园所，就是阿舅妹老师他开的幼儿园，所以这些孩子就跟我分享说，他们没有从他们小班到现在小学了，他们以为他就是阿舅妹，就是慈祥的园长，没想到居然有机会可以听到他讲小时候的故事，就跟我说他回家也要问他的阿公阿婆小时候有没有去咪哈咪过啊，还有到田里抓蛤蟆，蛤蟆，对，我都蛇路但是我感觉到最感平的讲，一个声音呢，即使他听不懂，可是那个声音的温暖度其实是有感染到他们的。对。可是談到一片，如果發現到講我哋以前常同我講，我哋學客話係咪我講一標準？其實我哋萬歲同我哋嘅聲音嚟講客話是些，如果講故事一定可能他唔識，但是如果記得我哋嘅聲音地步最少嘅那個部分，首先喺我客團埋嗰度嗰件晒故事哦。TQ 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拍客家留聲機，拍客留聲機。搞出什麼？天花板。哦。好一熊都用棉花板来做主题。这个都是一种机缘呢。萧老师下的哈高啦，本那个给人我小马个喏。马个都给棉花板米西木，马个都可以哈。棉花板，也是读完爱。山珍海味唔當一碗棉花板，一隻板呢，快脆落頭菜，碌嘅涼下。
边那墙又菜，香葱水牛酱，两片酱油饼，哇！用澎湃的面包板香烟丢后来，sauce斯加辣椒，米特椰子香，哦，食我哈，阿拉罗，滚地手又来，两沙太阳过色昏，飞得飞了两下你就怕呛呛，好吃。放眼过来，福起來嘅，一趟節目一開始嘅時間，我哋要談到一段係我哋來自嘉東嘅蕭啟智老師同一位嘅朋友吼，我哋張祖英老師伊嘅對話。對話地位吼，嗰種朋友，唔知個可能他唔是西安，無論講誒先生講嘅客話可能個層面是咧，但是我發現到講，其實有啲見地位，你要談到講伊啲嗰種隔壁嘅伊啲兩個白眉，即係啲講法，嗰種啊那個空間感跟嗰種對話嘅嗰種方式，你嗰種我哋萬世，甚至都談到嗰種伊啲大鬥士嘅時節，兩個白眉啲講伊啲萬世伊啲故事。就像頭頭我哋咧阿珍講嘅呀，其實伊雖然講可能他唔是當初嚟講某個東西，但是伊接下來係伊自己對伊哋我哋講語言地位最單純嘅一種我哋講語言的溫暖的一種小暖的感覺。那阿珍係俾長台嘅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這個也第三次地位當初呢我去訪問到蕭啟智老師，然後係怎樣的狀況之下訪問到他的呢？當初蕭老師也是受到張祖英，就是第一集的阿舅妹張祖英園長，他是蕭老師的學生，所以呢，他就推薦我一定要去訪問蕭老師。蕭老師在嘉東當地呢是客家文化之寶，榮幸的邀請他親口在我們的節目裡有唱，就是面趴板。我們就在他家的後院，桌上呢泡着熱茶。我就看着張祖英老師就阿舅妹跟他的老師就是蕭啟智老師去聊他們以前小時候在這個客家莊裡生活的點滴，覺得這個畫面實在是很感動。當時你聽不聽懂他們講的一個內容呢？聽得懂。這個就要說到第一集，當阿舅妹一直在說一個詞叫晚歲嘅時節啊，晚歲嘅時節，我就在想晚歲是什麼？是西邊還是什麼？啊，後來就一集一集學了很多的詞，所以到第3集的時候，有越來越聽得懂。晚歲嘅時節就是還小的時候啦，我們從小的時候。對。可是第10嘅時節可能嘛，他唔是好，聽一些都第30嘅時節，真的是談多的都抵過我們的晚歲嘅時節。那一段第3集裡面，我們蕭啟智老師大概講了些哪一些他小時候的一個故事？他主要就是提到，因為蕭老師他出自於當地一個很有名望的家族，叫蕭家，所以當地有一個很有名的古蹟，就是蕭家古厝。他就跟我們分享他以前在古厝蕭家前面的一個大榕樹下玩一些童玩啊的一些回憶。我就發現說，之前夏令營的時候，稍早提到的夏令營，我們有辦一個戶外教學，小朋友要去蕭家古厝啊，還有那一整帶步月樓各式的就是古蹟去闖關。後來呢，又有機會可以訪問到就是蕭老師，就是當真正有在古蹟裡生活的人，我就覺得是一件很幸運、很幸福的事情。真正的講以前的神法，好能更加都睇嘅以前神法的一個範圍裡面，好。高一點以前搞的嗰種聲音的搞的一啲事情，那聽一些呢，第2集呢，因為第2集其實是我哋福起來的老朋友啦，哈，也是我們以前福起來的老朋友，然後一談到這個啊，一個非常熱情洋溢的男生，對，就是張孟偉阿哥。那張孟偉大哥呢，他在嘉東鄉呢，就是只要是客家相關的，還有就是當地。就是居民的事情，他都非常的熱情，所以那個時候我不過就是很滿懷希望他可以受訪，結果沒想到一口就答應了。對，他那個時候分享的是，他是住在昌隆那個地方，那附近有一個南州的糖廠，
所以他分享的是小时候就是偷偷的跑离学就翘课，然后呢到南州的糖厂里面坐在5分那个5分车，雾粉茶，对，雾粉茶在5分车里面吃甘蔗，结果被爸爸妈妈抓到的那个故事就很有趣。其實吼，每日我哋講萬世睇嘅糖廠附近嘅生意咧，吼就一定會有教過講，啲5分茶吼，哋做嘅茶渣啊，時節啦，吼都開始咧。我哋講起儲嘅甘蔗吼，有儲到把你太記，他個人就可以本真的是冇儲到嘛，一太記嘛，貴起個本嘢拿嚟丟啦，吼，嗰時等於你講，其實喺生意嘅地方，可以聽落嘅一啲我哋講回憶的故事，不是因為其實吼。回到我们刚刚声音的那一部分，因为其实你就光从那个他的声音里面，你就可以领略到说，他其实讲的是一个很愉快的故事，对，而且那个画面感非常足。对，而且我还发现到一个点，就是像第1集的阿舅妹，还有第3集的肖老师，他们2位因为是从小就使用客语，而且他们是有经历过那个在小学里。因为他来自客家家庭，所以只会讲客语，然后是到学校里才学怎么使用中文的那个过渡时期。所以呢，他们的客语真的是一连串的，非常的纯正，而且非常的自然，没有任何那种像第2集孟伟大哥，可能因为他是后来年轻一辈，就有混杂一点华语的感觉，还比较容易猜得出来他讲的是什么。这也是我3集比较下来才有发现的事情。我发现你还观察真的是很清楚哎，即使说你不是那么的听得清楚它里面的每一个字，可是你的观察是完全正确的嘛。等我从头讲，也真是都太人啥用的客话，大人用的客家话，因为一人万岁都用那种客话来对谈。所以我有的朋友，他就说，其实我的脑海里面思考的方式是讲客语，华语我要转过来。对，因为我们现在的思考方式都是用华语，譬如说我自己的自问自答一定是用华语。可是我的朋友都讲，冇呢，我万事都讲客话，可是我这个脑筋里边讲的话，全部是客话。哇！可是反而讲，以爱讲华语要讲国语的话，它是要转移过来的。对，我才想说，哦。原来有按呢的事情，如果他从万些事情用客话讲客话，你甚至你的思考全部是用客话，可是真的很自然的，它所流露出来那一串客家话，就是非常的纯正。但是就是像你所说的，像我的后来我们讲的可能是万些爸爸妈妈搞，但是因为我的发音也高又够好，所以说我们有些词我们会用把华语把它转成客语。原来是这样。嘿，就变成好像我们的客语比较容易听得懂，但是因为里面有掺杂太多的华语词。可是对我的探音上来讲的话，一定讲的客话都真是很完全的。可是广东人里面一直讲阿舅妹，阿舅妹到底是谁啊？阿舅妹呢，就是张足英园长，对，他是客语新传师。那他从一开始他创立幼儿园的时候，他就期望说他在他的幼儿园里面可以推广客语这个母语，所以后来他的园所里有客语的那种沉浸式的班级。对。那他在节目里面讲的故事是嘛呢？他分享的是小时候在田野里，比如说帮阿爸送便当啊，还有就是到各地，比如说去河里。米哈呢？米哈尼，然后还有去田里抓青蛙，没有错。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因为家里有做竹门帘，对，所以呢，他有跟我分享他小时候怎么做竹门帘，还有就是客家庄他们会组织，就是找亲朋好友，晚上的时候要一起出去抓，好像是蛇还是青蛙之类，田里的一种生物，动物，对，我觉得太有趣了。对。可是谈到鸦片，我发现到讲，其实从鸦片伊在我的 podcast 里边，伊咩係唔講呢？一天要談述伊在講乜東西，因為伊這個了解伊的最主要嘅想法，係嗰種叫談述，嘛可以來談出一種我哋講痴迷啊，
氛圍，好嗰種湯上演嗰種氛圍裏邊，你都可以看到講，有啲人哋講伊萬世嘅米漢嘅故事，啊有啲聲音嘅萬世講伊萬世去綁嘅感炸嗰種鬼快樂嘅故事，還有講我哋小老師，伊啲反映講，睇我哋咧受家古木嘅世界，伊啲萬世嘅高芒嘅東西。那對於聲音這件事情，其實是你一直很有興趣的，對不對？對啊，對，尤其是當真的作品完成之後，在自己也會聽嘛，然後在聽的時候就會回溯到那個時候、那個當下，去欣賞那個就是來賓他獨有的那個聲線，突然覺得做這件事情是真的很有意義的。對，尤其是在採訪完蕭老師之後，因為採訪完蕭老師之後呢，他的兒子有來找我們，就跟我們說，他覺得像我們這樣的形式，就是不是特別去講他的，比如說豐功偉業啊，我就只是想要了解他小時候，或是他自己想要主動跟我們分享的故事。他說對他的母親來說，也會覺得哦，原來有人也會重視我，重視比如我客家人的身份，好重視這些記憶，然後我到了這個年紀，還有人記得我。對他就覺得說，希望就是借由這個機會，可以鼓勵他的媽媽，就是繼續的，就是會覺得說，雖然我到了一個，其實應該說有一句話是說，就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對，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也沒有想到說會有這樣子的收穫，就覺得蠻感動。真是一回是真的是冇想到啦，哈。嗰時看到鴉片觀眾朋友，我發現到講，唔是講我哋一天喺搞聲音嚟講，乜嘅做成咗門案啦，可以唱歌啊，其實幾簡單嘅句。啱不呀時節，你同我哋嘅孫呢，我同我哋拉嘅，佢是用客話講一趟萬世時節。伊哋可能聽唔到識，冇得講完全聽唔識，但是伊相信伊可以對人嘅聲音地步，伊會感覺到講，人哋客話係啲很好聽嘅話，同時伊會提講，而且講個故事地步與幾多幾成嘅部分。咁佢感謝我哋阿鄭嚟到現場同分享很精彩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多謝大家。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共我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